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讀樂樂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本書就蛤蟆先生去睇心理師，作者係羅伯迪保德 Robert DeBord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隻蛤蟆都要睇心理師呢？呢個就係呢本書最有趣同引人入勝嘅地方啊！佢唔係一本枯燥嘅學術書籍，佢羅伯迪保德 Robert DeBord 用好生動嘅故事形式，將心理諮商嘅複雜過程拆解成大家都容易明白嘅概念嘅。佢透過主角蛤蟆先生嘅經歷，帶領我哋一步步認識情緒、理解自我，最終咧就揾翻內在嘅力量嘅。羅伯迪保德 Robert DeBord 本身係英國一位經驗豐富嘅心理治療師，佢將多年嘅臨床經驗融入故事之中，令內容呢係既有深度又貼地。呢本書可以話係心理學入門嘅最佳選擇之一，特別適合對心理學有興趣嘅，或者正尋求自我成長嘅朋友。蛤蟆先生去睇心理師，主要透過蛤蟆先生嘅心理諮商過程，咁就以對話嘅形式，逐步揭示出三個核心概念，即係自我狀態、心理地位同埋心理遊戲。透過拆解呢啲概念，幫助讀者認識自己嘅情緒模式同埋行為動機，從而達到個人成長同埋自我提升嘅目標。故事開始嘅時候，蛤蟆先生呢，因為陷入嚴重嘅低潮，成日都好唔開心。佢嘅朋友河鼠、毛鼠同埋老番都好擔心佢，但係點樣勸都冇用。最後佢哋決定勸蛤蟆先生去睇心理師。呢個部分就帶出咗一個關鍵嘅概念，即係心理諮商嘅自發性。喺蛤蟆先生第一次見心理師蒼鷺嘅時候，蒼鷺問咗一句好重要嘅話：到底邊個係我嘅當事人？係你定佢哋啊？呢個問題令蛤蟆先生非常疑惑啊！即係蒼鷺心理師點解咁問呢？除非當事人真心想改變啊，真心願意為自己嘅人生負責，否則諮商係冇辦法發生效用嘅。就好似我哋自己生活咁，佢呢份工做得唔開心呢，或者人際關係出現問題，就算身邊朋友點樣提議你轉工或者學下新技能，如果你冇發自內心想改變，咁都係徒勞無功嘅。即係等於所有改變都必須由自己內在開始嘅。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咧就係自我狀態嘅，即係 child ego state。蒼鷺心理師解釋啦，我哋可以將自己嘅人格分為三種自我狀態，即係父母、成人同埋兒童。首先咧講下兒童自我狀態，即係 child ego state。呢個狀態涵蓋咗我哋童年時期所有嘅情感同行為模式，即係快樂、熱情、憤怒、悲傷同恐懼。當我哋處於一個兒童自我狀態嘅時候，就我哋嘅感覺咧同行為咧會好似細路仔咁啊。呢本書提到自然型兒童，即係 natural child，代表我哋情緒最真實嘅一面，就好似細路仔純粹嘅開心同埋直接嘅憤怒。另一個係適應型兒童，係即係adapted child。呢個就係指我哋為咗適應父母同環境而作出嘅行為調整，譬如為咗得到父母嘅愛咧，可能會壓抑自己嘅情緒，或者變得順從咧。
蛤蟆先生咧有一次對蒼鷺抱怨咧，佢啲朋友咧對佢講個啲說話好難聽嘅，個個都批評佢嘅。然後佢就話覺得自己好冇價值啊，即係話河鼠同撈鼠都比佢叻嘅。咁老番咧又受人尊重嘅，自己就好似個笑話咁。蒼鷺就問佢：你一直都有咁嘅感覺啊？蛤蟆就話：斷斷續續都好長時間啦。而蒼鷺咧就將佢呢種狀態叫做兒童自我狀態嘅。諗下我哋日常生活有幾多時都會好似蛤蟆先生咁，為咗唔想俾人覺得自己唔好，或者想討好人而壓抑自己真正嘅感受咧。舉個例子，你可能返工時遇到一個好 mean 嘅上司，成日當眾批評你，但為咗保住份工，你可能就選擇咗唔出聲，甚至調返轉頭自我檢討啦，覺得係自己唔夠好。呢個就係一個好典型嘅適應型兒童嘅行為嘅，亦都係討好行為嘅一種。背後原因可能係我哋細個嗰陣，為咗避免父母批評，咁所以學識咗順從同埋自我否定。好多香港人成長環境呢，長輩可能都比較傳統嚴厲咧，就係有時甚至會為咗所謂嘅為你好而對我哋諸多批評，就好似蛤蟆先生嘅父親嚴厲又挑剔，令到蛤蟆總係覺得自己唔夠好。呢種長期處於適應型兒童狀態嘅結果，就係失去咗自我，冇辦法為自己嘅情緒負責咯。呢個就係童年經驗如何塑造我哋兒童自我狀態。除咗兒童自我狀態，本書仲講到父母自我狀態，即係 parent ego state。當我哋處於呢個狀態，我哋嘅行為就好似父母一樣，會以自己從父母身上學到嘅價值觀同道德觀去判斷好壞對錯。呢個狀態仲可以再細分做兩種嘅，一種係批判型父母，即係 critical parent，就好似老寬咁，成日批評人發脾氣，喺咧即係好似一個法官咁去審判人。另一種係養育型父母，即係 nurturing parent。咁呢種咧就比較溫和啊，會關懷人、照顧人啊。蛤蟆先生有一次同蒼鷺講到老番嘅時候，話老番成日批評佢，就好似佢父親咁，令佢好唔舒服咯。蒼鷺就話：咁老寬咧就係處於父母自我狀態嘅，即係 parent ego state。呢個就係一個批判型父母嘅例子。我自己有時都會遇到類似情況啊。譬如返到屋企，佢父母可能無意中用好權威嘅語氣同我講嘢，會話你個人做嘢就係咁噶啦，成日都係咁。呢種時候咧，我心裏邊都會有一種細個嗰陣俾人鬧嘅感覺咧，即係好想反抗，但係又唔敢咁。呢個就係一種我哋習慣咗父母嘅行為模式，然後佢哋嘅模式又會重現啊，影響我哋同身邊人相處嘅例子。最後一個概念就係成人自我狀態，即係 adult ego state。呢個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，因為佢代表咗我哋可以理性不情緒化咁處理當前嘅真實情況。喺呢個狀態下，我哋能夠計劃、思考、決定同埋行動，
唔會俾過去嘅負面經驗牽住走咯，亦都唔會俾童年嘅感覺淹沒。要從兒童自我狀態同埋父母自我狀態跳出嚟，進入成人自我狀態啊！但係 Sixty 咧，呢本書強調要學習情緒智商 EQ， 即係同了解同處理自己嘅情緒，並進一步了解同處理人哋嘅情緒，咁先可以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。就好似蛤蟆先生喺諮商後期學識咗對老番表達自己嘅憤怒，但係又唔會失控。佢意識到可以有禮貌、堅定咁據理力爭。咁啊，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從適應型兒童轉變為成人嘅例子。呢個成長過程係非常重要嘅一步，由依賴到對抗依賴，最終走向獨立。呢個亦都展示咗成熟同埋自我接納嘅共生關係。我覺得呢本書最獨特嘅地方就係佢將深奧嘅心理學概念咧，用咁樣嘅童話故事包裝出嚟，令讀者輕鬆閱讀嘅同時，又可以深入思考自己嘅內心世界啊！佢唔係要你變成另一個人嘅，而係要你認識真實嘅自己，接受自己嘅優點同埋缺點，然後再選擇你想成為嘅人。對我嚟講，呢本書俾我重新審視咗自己嘅成長經驗。好多時我會喺諗起一件不愉快嘅事嘅時候，自己都唔知點解就開始好抗拒，甚至係會想發脾氣。原來呢啲都係細個嘅陰影喎。呢啲憤怒或者抗拒嘅情緒，只不過係細個嗰陣呢個為咗保護自己而發展出嚟嘅防衛機制。好啦，當我明白呢一點之後，就冇再咁容易俾情緒操控，會學識咗暫停一下，到思考一下呢個情緒到底係嚟自邊度嘅呢？呢個就係理解自我狀態點樣轉化個人思維嘅例子。如果你都想更加了解自己，學識點樣處理情緒，或者只係想揾一本好書，俾你靜靜思考人生嘅意義，我推薦你睇蛤蟆先生去睇心理師。你唔需要一下子就搞清楚所有心理學理論嘅，正如書中所講，最重要嘅係踏出改變嘅第一步，勇敢咁同自己對話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你。如果你睇完呢本書有咩感受或者疑問，都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仲有記定 like and share 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